统西服店简单器材投射出一片剪影，让人的身材无所遁形。在万村从事定制西服30多年，凡事讲求绝对的精准。包括国外，他们用什么电脑、什么科技，我认为都这个比3D 好用。好用太多了。运用各种工具测量身形，形状奇特的不锈钢器材可以量出胸厚、胸宽。量肩器测出肩膀的垂度，水平仪更能精准测量双手长度。大部分的人都是右手会比左手长大概0.5公分。那所以它这边的袖子就要做长一点点。对。繁复工序都是为了让做出来的西服服帖挺拔。在万村花费毕生钻研，孜孜不倦，一针一线尽是功力。我们这是全手工缝的，这一片已经缝了2800多天，它这个胸立体，这个显示出来，这个有精神。精致的手艺不同凡响，在万村致力推广定制西服产业，骄傲说着台湾队伍在国际比赛已连续称霸亚洲12年，而他还要让更多人认识定制西服的英挺帅气。穿起来很合身，客家话怎么说？做起来真觉神，董角神也可以。董角神意思一样。一样。做起来董角神，做起来董角神。